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我们今天2月11号，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记载在以斯帖记6章1到3节。我们的主题是那双看不见的手，总算账咯。我们 RPG 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75篇1节。上帝呀，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宣扬你的伟大，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你的奇妙的作为真的何其大，看看这个大自然，哇，真的是一年四季就是这么稳定啊。那我们这个人呢，更是白天工作，晚上就休息，神给我们有休息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但我们知道吗？睡不着的人可是很痛苦的哦。据调查，现在有很多人有睡眠的障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也是记载着一个睡不着的故事这个不只是故事，而是历史上有记下来的。有一位著有一本书叫《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他这样说道，他说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是这样吗？这历史总是一些让人难过的事。我们一路上看下来，还真的是以斯帖正面对到很难过的事，而这样难过的事情是他们整个族要被灭。而我们也知道，他决定了，他醒悟过来了，应该说是他的义父末底改醒悟过来，要来依靠这位神，要来说我是属神的子民我要承认，我要禁食来到主的面前。而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了睡不着，有一个人睡不着，这么妙。第6章我们来细细来看3节的当中，当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命令人把官方的实录带来念给他听。记录中有一段提到末底改怎样揭发一个暗杀亚哈水鲁王的阴谋。这阴谋是由2个看守殿门的太监辟探和提列计划的。王问，为了这件事，我们赐给了什么荣耀和地位给末底改吗？王的仆人回答，什么都没有。哇，这么大的功劳，竟然什么都没有给他奖赏，没有给他荣誉跟地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我们真的是呕心沥血的这个佳作竟然没有人欣赏我们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竟然没有奖赏，有可能是别人得着奖赏。有应验牧师身边就有很多做研究的人是这样，他辛苦做的，可是他竟然是别人的名字。亲爱的大家，有一天会总算账，我们不要为这些失眠好吗？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这一双手会替我们总算账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里，从以斯帖看到今天，好像露出那个曙光了。这看不见的这一双手是慈爱的手，是定恒的手。当我们失眠，真的失眠很痛苦的事，我们怎么办？有人说失眠的人都在想什么？答案是
想睡觉，一直想要睡觉，就是睡不着，好不好？这时候或许你可以想想感恩的事，千万不要再想很的事哦，那更是睡不着。今天的经文就会帮助我们好的睡眠。上帝呀，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而且我们要宣扬你的伟大，诉说你奇妙的作为哦，好不好？试试看，这一双看不见的手，它会是我们睡眠中那个摇篮，这一位双手定恒手，恩典的手，他会替我们伸冤，替我们总算账的哦。我们一起来默想，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生命中有需要被总算账的吗？我如何原谅但不遗忘呢？那么就是把恩典记下来，把代祷也记下来，那么日后我们就会发现那双看不见的手替我们算账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一直都在我们失眠的时候，在我们得意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关卡的时候，在我们被遗忘的时候，在我们被冤枉的时候，主啊，你都一直在。谢谢你今天透过这段3节，再次让我们知道你是公义、信实、全能、慈爱，你是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们要来感谢神，这是我们一天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伟大，你是有奇妙的作为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哦。我们明天见。